师母诶，我的生日今要到安呢。哦，生日快乐！还有咧，还有啥？你敢毋是爱送我礼物？礼物哦，好啦，我会送你礼物。啊，毋过除了礼物以外，你有啥物愿望？愿望哦，真侪糖啊，还阁有真侪好食的饼。阿狗，你的愿望哦，敢会当较大诶？较大的哦，安尼我要一个较大的草莓鸡卵糕。阿狗，你哪会拢想到食诶？敢袂用的拢是食的。甲囡仔讲故事。咱来听故事。高会，高会，我要高会啊！我的生日愿望就是我要去外太空。大钱，你敢是我上好的朋友？当然是啊。安尼，我有代志要拜托你。妮妮啊，你的摇车卡敢画好啊？好啊，对我来去外太空。阿哥，哈，这是啥？哎，阿哥今麦要去上班了呢。哎呦，妮妮啊，这是要创啥啦？哦，这啥物？哎，外太空最危险的呢！你若准讲你是太空人，阿母失踪哦，还要坐阿波罗1号去哩哦。因拢安尼，不管，我要是要去，打电话给阿嬷。喂，外太空哦，嘿嘿，会听起来足好耍的呢。我的乖孙子吼要去外太空，阿嬷吼绝对甲你斗3工啦。哇，咱来去妮妮兜。咱嘿啊，妮妮生日啊，这是伊互咱的邀请卡啦，伊邀请咱去外太空。哈，外太空？你若无去，一定会后悔啊！我去传我的装备啊啦。哎，对，不是啦，外太空是要安怎去啦？哎，等下啦。上这规工的鸭头粽啊！我要甲你掠走！别惊，阿哥保护你去啊！甲恁惊到啊！哎呦，母啊，你是讲咧创啥啦？哎，恁拢唔知哦，今仔日吼有一件大代志哦。哎，大钱，妮，我来啊！妮，我来啊！歹势啦，大家。哎，大钱讲吼，妮妮约伊下暗有一个活动啦。哦，大钱，你有影是阮妮妮的好朋友呢。嘿，太空人啊，恁讲有收到邀请卡啊？我有，我敢若嘛有一张哦。我敢若嘛有呢。哦，今麦请大家将邀请卡交出来。嘿，嘿，咻！遐就是咱阴暗的目的地。各位太空人，对我来！哦。欢迎来到外太空。这就是外太空。哎呀！我的小水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妮妮，生日快乐！师母诶，我已经想好我的愿望啊。啥物愿望？
我想要开便利商店。阿狗，你要开便利商店哦，家己做头家，我支持你的愿望。毋是啦，我阁是想讲吼，开便利商店内底有真侪好食的物件，我想要食啥，都会当食啥哦。阿狗，你的愿望哪会拢是假的啦？哎呦！菜熟、干嘛熟、两声熟，一点一点甲连起来。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哇，是花钱呢！咻！坐太空船，坐太空船，飞去你外太空。出任务，出任务，火箭准备升空。上好的月亮伫倒位，小落的日头伫倒位，美丽的地球伫倒位。坐太空船，坐太空船，飞去你外太空。出任务，出任务，火箭准备升空。美老师的银车伫倒位，火红的火车伫倒位，胃口我的拖车伫倒位。伫暗瑟瑟的宇宙，坐太空船，坐太空船，小意外的地球，飞去你外太空，伫看茫茫的宇宙，坐太空船，坐太空船，我上好的朋友，飞去你外太空，坐太空船，坐太空船，飞去你外太空，坐太空船，坐太空船，飞去你外太空。行，你去煮，看今仔要煮啥物？我要做煎饼。煎两饼吗？什么叫煎饼啊？啊，过来你会。讲煎饼吗？切吗？哎，你迄敢有用刀子洗？这要洗过啊，这要洗过。啊，手拍头面，手头，你看你的手怎么样？你的手，哎。哥哥要洋葱切切，长啊，想要切切，你在切啥呢？长啊，长啊。好啊，卡能啊。哇！小强吗？快点吧。哦，哦，谢谢，一个给谢谢。好，来，快来啦！对，妹妹冲。你看能卡无？无，都位啊。我来。你有看到吗？无，搁一个。好啊。已经搅拌好啊。你拿好啊，你知影咱在煎啥吗？两边。两饼，对啊。咱来煎啊，切。切，好。只有一大片。哦，你看，这就叫做切。
就迄种圆圆哦。特能变来呀，能变来呀，能变来呀。哦，在家吗？在。在啊，你要吃吗？ 诺，会使出菜啊，到三工。出菜啊，个猪，陪我爸爸好不好？哦，感谢，有爱哦。然后，大家哦，啊，你是要吃？你是要吃？啊，你是要吃一份哦？对。 是哦。今天是日干耶呀！这会讲台语，两饼，两饼，过呀年，过呀年，吃肠啊，吃肠啊，圆圆的。 你的新搬椅仔内，是毋是有真侪代志想要做，所以一直无法度做咧？爱提出勇气，想办法做看卖，才知影家己敢有机会成功无。阿狗讲了无唔对，后回爱继续收看咱呢。咿呀咿呀哟，再会。 再会，再会。